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关心的是这个澎湖海峡，这几天是真无平静。大早日拜二，大进满河，才互中国的海警来扣押。早日拜三，阁有一台澎湖籍的渔船亮客满河，互中国的海警用探照灯来干扰，阁甲因约船约20分钟。 昨又搁来了，渔船圣元福8号，互中国4台海警船包围，要求爱离开海峡。船长甲船员拢非常的惊恐。中国海警船甲咱的海巡艇对调调，关内边啊有澎湖籍的渔船去互4架海警船包围。我先生就觉得自己是公海，也不是就是没有说到他们的海域啊，为什么不能作业？所以就打电话回来叫我们去请那个海巡出去。也毋过根据了解，圣元福8号是出现伫海峡中线往西3.5里的范围，已经进入中国执法的区域，所以去互放送赶走。 前一天，另外一只亮更满河，嘛去互中国的海警所缴。7月初3暗时，亮更满河伫海峡中线往西11.5里作业，去互中国的海警船用探照灯示警，那放送赶走，搁约船约20分钟。海警一直在我后壁，一直追，两只船啊差不多剩10公尺，一直跟在旁边，咱就无形中有压力，就惊。台湾渔船，你们不要命了吗？ 还敢过来啊！是讲7月初2才发生大进满河，去互中国的海警定检。根据了解，那挖进海峡中线，中国海警会先用放送赶赶走。那当日暗时会出动探照灯，一直甲渔船对调调，一直到咱的海巡来到现场。最后的手段就是定检扣押。这几天会甲咱的渔船定调调，都是因为中国即摆重视禁渔期，海面上气氛是真紧张。 海巡表示讲，会继续进行巡河作业，确保海上安全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